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咱的大甲妈，昨暝为嘉义新港的奉天宫起驾花园，这个花场嘛正式来开车。早起一透早，就卖虾仔饼的业者准备龙虾饼到药酒口味的冰淇淋，互沿路的信众来解喙焦，恢复元气。点心站提供的食食嘛拢真澎湃，有鱼卵、有肉包、有挂包，拢总要互乡顶卡食免钱。 大甲妈进香起驾花园正式开车，队伍行到云林五厝朝新宫点心站前，排列排有够长，真侪香灯卡，等要食这的美食。热心的民众透早3点就为台北塞车落南到云林准备食材，有200多份的挂包，要人绳内底小小的包啊，要这鱼卵拢总免费。 没有爱心，没有爱心，一整路都有。我会想说要准备这个东西，因为妈祖回去割香啊，吃挂包啊，那这样子会增加福气、增加财气、增加运气。另外一边有虾饼业者用龙虾虾饼到冰淇淋，上特别的是这个口味是药酒的口味。我们也准备了5星级的农家饼，搭配那个药酒，还有香草。 去做冰淇淋给所有的信徒补充一下体力。回程吃到这个冰淇淋怎么样？振奋精神，消暑就对了。老冰糖这饼行动披萨餐车，这个饼皮面顶有真侪配料，一出炉香气赶紧摕。来到五厝雕新宫，今年准备超过1万份的餐食，有芳公公现卤的菜头豆链，要咸菜三杯鸡等等特色美食，各种的澎湃美食。 和大甲妈油景进香，袂输是细型的市集，主要拢是为着要甲这信众补充体力，通好继续对妈祖行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